你知唔知道點解黃海明明演活咗靖王同顧南亭，面上一身正氣又仁粹事要順，但係感情居然到而家都總係單身遲遲未動？講真，喺玄學角度睇，黃海嘅面相和八字係極之典型嘅貴格晚發命局。你看黃海嘅面相，額頭寬廣圓潤，山根挺拔如刀，雙眼更是玄學上講嘅劍眉星目，劍眉代表正氣與骨氣。星目代表眼神有神，纖絲純正，再加埋佢個狠膽鼻，鼻梁直如山隻，鼻頭有肉，鼻翼收得極緊。面相學講，鼻如狠膽，準頭齊，富貴榮華應壯期。呢種面相嘅人喺娛樂圈呢種雜亂嘅磁場裏面，根本唔屑於靠炒作或者走捷徑爆紅。佢走嘅係實力派嘅官貴路線，佢連枝紋都唔炒，私生活乾淨到令人難以置信。你睇下佢嘅訪問，永遠都係不疾不徐，冇嗰種急於證明自己嘅浮躁。呢種從容，正正就係佢面相入面劍眉星目所帶嚟嘅底氣。佢嘅額頭高重飽滿，代表佢早年雖然辛苦，但根基緊得極穩。呢種額相唔會一夜爆紅，但一紅就可以紅好耐。額頭亦代表一個人嘅思想同格局。額頭靚嘅人眼界寬闊，唔會為一時嘅蠅頭小利而迷失方向。佢嘅眉骨高而不露，代表佢有主見，但唔會咄咄逼人。呢種人喺複雜嘅環境入面最識得保護自己。佢嘅眼神清澈而堅定，望住人嘅時候有一種穿透力。呢種眼神嘅人通常都係內心純粹、目標明確嘅人。佢嘅鼻日直而有力，代表佢做事有幹勁、有決斷力，唔會優柔寡斷。佢嘅鼻頭有肉，圓潤飽滿，呢個係財富豐厚嘅象徵，代表佢中年之後財運會越嚟越好。再睇佢1982年8月18日出生嘅八字，壬戌年戊申月，地支申酉戌三會金局，金水相咸，金主剛絕，水主智慧。呢種格局叫金白水清，天生就有種貴氣同清高。但係佢命局裏面辛金極旺，年輕嘅時候金氣太過剛硬，性格直唔會圓滑逢迎，所以早年必然要經過一番磨練。你睇佢廿幾歲嗰陣，演醜女無敵嘅陳家明，俾人標任做娘娘腔，老客喺電視機面前一面鐵青咁質問佢：你一個大男人點解要喺電視上好似個女人咁扭扭擰擰？嗰種屈辱，佢咬牙啃咗幾年。嗰陣時佢嘅金氣被壓住，有才華都發揮唔到出嚟。呢個就係八字入面金旺冇火煉嘅典型寫照。佢嗰段時間真係叫做龍遊淺水遭蝦戲，明明一身本領，卻要演埋晒啲丑角，仲要俾人笑，俾屋企人質疑。呢種屈辱冇幾個人頂得住。佢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嗰段時間佢望住個電話好驚佢響，因為一響就可能係叫佢返去扮女人，但又好驚佢唔響，因為唔響就代表佢連扮女人嘅機會都冇。呢種矛盾折磨咗佢好幾個月。嗰陣時佢嘅心理壓力大到一個地步，佢甚至唔敢出街，怕俾人認出係陳家明。佢話嗰段時間佢成日發噩夢，夢到自己永遠都甩唔到呢個標籤，嚇醒之後成身冷汗。佢曾經有段時間想過放棄，想過返去做普通打工仔，但係最後都係咬緊牙關捱落去。佢嗰陣時嘅堅持就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嘅命格唔係平庸之輩，只係時機未到。直到走入30幾歲嘅辛亥大運，金水重心將佢一身嘅道氣化為成熟嘅演技與魅力。所以2015年乙未年琅琊榜一出，佢一飛沖天係命中注定。黃海嘅八字地支三會金局年干任日干癸水透，正官戊土被雙官夾木制，以雙官夾木食受制戊土正官為用。正官代表明星地位體制，但佢命中雙官制官，所以佢唔食公家飯，行嘅係演藝之路。雙官就係才華，就係表演，就係秀氣嘅外貌。呢種格局嘅人注定要靠才華揾食，而且命中帶催馬，成日要周圍走，桃花又多，身邊異性緣點會少？但正因為雙官透出，佢對感情嘅態度亦都帶住一種挑剔同要求，唔會求其揀一個雙官嘅人，天生就係藝術家脾氣。對任何嘢都有要求，感情更加唔會例外。雙官透出嘅人中意自由，唔中意受束縛，所以佢嘅感情觀亦都帶住一種合則來，不合則去嘅難脫。佢唔會為咗結婚而結婚，佢要嘅係一種心靈上嘅契合，而唔係形式上面嘅極硬。佢對愛情嘅要求同佢對劇本嘅要求一樣高，要打動佢唔容易。佢嘅八字入面正官戊土被雙官夾木所制，呢種格局嘅人通常都唔會太早結婚，因為佢哋嘅注意力都放喺事業上面，感情嘅事會放喺比較後嘅位置。
但你會問桃花多點解仲係單身？原因就係佢日支坐有金桃花，人物帥氣青春。但日坐桃花嘅人雖然受歡迎，卻往往遲婚，因為佢哋對伴侶嘅要求極高，唔會輕易將就。佢嘅夫妻宮坐有金係一種偏印嘅位置，代表佢喺感情入面需要一種精神上嘅共鳴，而唔係純粹嘅肉體吸引佢要揾嘅，係一個可以同佢傾到偈、理解佢內心世界嘅人，而唔係一個淨係識得行街、睇戲食飯嘅伴侶。有金為桃花，亦代表佢身邊從不乏異性緣。但同時姚金亦為偏印，偏印嘅人本身就帶一種孤高嘅氣質，唔容易同人建立親密關係。呢種矛盾就係佢感情路上嘅寫照，受歡迎但難以投入佢嘅夫妻宮，藏住嘅係一份對完美嘅追求。佢要嘅唔係一段普通嘅關係，而係一段可以觸動靈魂嘅連結。偏印坐夫妻宮嘅人往往會喺感情入面有一種疏離感，即使喺一齊都會有種自己仍然係一個人嘅感覺。呢種感覺令佢更加慎重，唔會輕易開始一段關係。佢要等到一個真正明白佢、接納佢所有缺點同優點嘅人，先會願意踏出嗰一步。佢嘅感情世界就好似佢嘅演藝事業咁，寧願等一個好劇本，都唔會求其接一部爛戲。想第一時間了解更多明星命理秘辛，學懂點樣睇面相睇運勢，記得即刻撳讚訂閱我哋頻道，開埋小盒蛋，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任何改運保平安嘅玄學官課。你訂閱咗以後，每集都會收到呢類深度嘅玄學分析，幫你睇清自己同身邊人嘅命運軌跡。你嘅命運可能就係由呢一刻嘅訂閱開始改變，因為你開始了解自己嘅命格，開始懂得順應天時，你唔需要再喺人生嘅十字路口迷茫，因為玄學就係你嘅指南針。如果你同我一樣欣賞黃海呢種正氣又低調嘅性格，即刻喺留言區打個正氣，等我哋一齊集結正能量，祝願佢事業再創高峰。你嘅一個留言就係一份祝福，集結埋一齊就會形成一股強大嘅正能量。你寫低正氣兩個字，就係為黃海打氣，亦都係為自己積聚一份正氣。你呢個簡單嘅動作，可能就會為你帶來一份意想不到嘅好運。講完事意，大家最關心嘅莫過於黃海嘅感情生活。人又帥，名氣又大，點解到而家身邊都冇傳出確切嘅婚訊？呢個問題八字一睇就明。喺八字命理裏面，男命以財星為妻。黃海嘅八字金水太旺，辛金撞幹，妻星撞得非常深，就喺玄學上叫妻星遲嚟。加上佢本身正氣太重，對自己和另一半嘅要求都極高，喺感情上有一種清高和精神潔癖，絕對唔會為了結婚而結婚，更唔會去玩弄感情。癸水日元嘅人本身就係十天干入面最陰柔嘅，心思細膩，敏感多思。佢唔會隨便開始一段關係，因為佢太清楚自己想要咩。佢命中戊土正官合身，代表佢對命聲同社會地位極其重視。佢要嘅係一段體面乾淨，可以擺得上禮面嘅婚姻，而唔係俾人用嚟炒作嘅洗文。佢嘅感情觀係一種寧缺勿濫嘅態度。呢種態度喺而家呢個速食愛情嘅年代，真係買少見少。佢唔會因為年紀大咗就求其揾個人結婚，佢要等嘅係一個真正啱嘅人。佢嘅感情就好似佢嘅事業咁，寧願等10年都唔會求其揀一個。佢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佢覺得感情係一件好嚴肅嘅事，唔可以兒戲。呢種態度同佢做演員嘅態度一模一樣，認真專注，唔妥協。再從面相睇，佢嘅下巴是條緊致，田宅宮和夫妻宮眼尾部位非常乾淨，沒有雜紋和亂痣，這代表佢私生活非常自律，幾乎冇任何爛桃花擾亂佢嘅磁場。夫妻宮乾淨嘅男人對伴侶嘅忠誠度極高，唔會輕易出軌，更唔會亂搞男女關係。呢種面相嘅人一旦結咗婚，就會係一個好負責任嘅丈夫。你睇下佢嘅眼尾平滑飽滿，冇下垂冇斑點，呢種夫妻宮代表佢嘅婚姻會係穩定而和藹嘅，只係時間問題。佢嘅夫妻宮靚到好似剝殼雞蛋咁，呢種相預定佢將來嘅婚姻會係美滿嘅，只係時機未到。佢嘅面上由頭到腳都係一種貴氣嘅表現，唔會有低俗嘅緋聞重申。佢嘅下巴兜兜代表佢晚年運好，有仔女福，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徵兆。佢嘅耳朵厚實有肉，代表佢有福氣，晚年生活會比較安穩舒適。佢嘅嘴唇薄口適中，代表佢口才好，表達能力強，但係同時亦都代表佢喺感情上比較理性，唔會輕易被感情沖昏頭腦。
咁黃海嘅正緣究竟係點樣嘅？從佢嘅五行喜忌嚟睇，佢最需要木火嚟調候，所以佢未來嘅另一半大概率係性格熱情開朗，能夠帶俾佢溫暖和情緒價值嘅女性，甚至有可能是圈外人或者喺字義上能同佢產生共鳴嘅智慧型女性。黃海八字金旺金多嘅人，肺同呼吸系統容易有問題，所以佢需要一個可以照顧佢健康，令佢生活有規律嘅伴侶。而且佢命中傷官透出，傷官嘅人天生中意自由，唔中意俾人管束，所以佢嘅另一半要識得俾空間，佢唔可以太黏身。佢要嘅係一個可以同佢並肩而行嘅伙伴，而唔係一個要佢時時刻刻照顧嘅人。呢種女人唔會係普通嘅撩滴滴女仔，而係一個有自己事業、有自己思想嘅成熟女性。佢嘅正緣應該係一個可以同佢喺精神層面交流嘅人，而唔係淨係識得同佢行街睇戲嘅人。呢種女性可能比佢年長少少，或者係一個經歷過人生起伏嘅人，因為只有咁樣先至可以理解到黃海內心深處嗰份對藝術嘅執着同對生活嘅感悟。佢需要嘅係一個可以同佢一齊成長、一齊進步嘅伴侶，而唔係一個淨係識得崇拜佢嘅粉絲。佢嘅正緣應該係一個可以同佢分享生活中喜怒哀樂嘅人，而唔係一個只係中意佢熒幕上形象嘅人。你覺得黃海未來會同圈內人定圈外人結婚？喺留言區留個言，講下你嘅睇法，你嘅預測可能就會成為未來嘅事實。我哋一齊睇下邊個估得最準，你嘅留言可能會成為未來嘅一個見證。等你將來翻嚟睇嘅時候，會發現自己嘅預測竟然咁準，你嘅預測或者會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吸引更多人一齊討論。近年嚟黃海拍戲嘅節奏明顯慢咗落嚟，好多粉絲擔心佢係唔係要淡出娛樂圈。其實從大運嚟睇，只係佢命中注定嘅沉澱期。八字金旺嘅人，肺部呼吸系統容易有微恙，佢選擇喺自意高光期適當停下腳步，修身養性，調理身體，這完全符合順應天時嘅玄學智慧。人嘅運勢就像四季有張有弛，休息係為了走更遠嘅路。佢呢個決定絕對係明智之舉。如果佢好似其他明星咁趁紅搏到盡身體，好可能早就出問題。佢努力因為肺癌走咗，自己又照到肺結節。呢種經歷令佢明白錢揾得幾多都冇用，命冇咗就咩都冇。佢曾經講過，嗰段時間佢望住病房嘅天花板，掃住自己嘅心跳，每一刻都覺得係倒數。佢話嗰晚佢第一次真正明白乜嘢叫做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你幾紅幾有錢幾多粉絲，喺一張 CT 報告面前全部都係零。呢種體會唔係個個明星都有，有啲人一世都睇唔透，但黃海睇透咗。佢由嗰一刻開始就將健康放喺首位，呢個決定改變咗佢嘅人生軌跡。佢而家一年只拍一兩部戲，其餘時間休息陪家人。呢種選擇喺旁人眼中可能係放棄機會，但喺佢自己眼中係攞翻自主權。佢話過之前只係只想向上爬，而家係想向回收。凡事唔可以太過，當你最盛嘅時候向回收一收，唔想做嗰個第一，我想做第三第四。呢句話正正就係順應天時嘅最高智慧。佢明白人生嘅馬拉松唔係睇你頭段跑得幾快，而係睇你跑到尾段仲有冇力氣。佢選擇喺最紅嘅時候放慢腳步，呢個決定需要好大嘅勇氣同智慧，但亦都係佢能夠持續行運嘅關鍵。佢由一個被標連做娘娘腔嘅演員，熬到成為實力派男神。呢條路行咗超過10年，佢知道乜嘢叫做欲速則不達。佢嘅沉澱唔係退步，而係為咗下一步跳得更高。佢而家嘅狀態係一種蓄勢待發，等待下一個合適嘅劇本，再一次震撼觀眾未來幾年。當佢嘅大運再次交接到火木相生嘅年份，佢必定會帶住更具分量、更高品質嘅作品回歸大眾視野，再次衝擊影帝級別嘅榮譽。佢37歲之後行壬子大運，水運繼續生旺佢嘅格局，建議運仍然強勁。但水旺木漂呢個時候佢更需要穩定嘅根基，所以佢呢幾年嘅沉澱就係為咗下一波爆發打好基礎。佢而家嘅沉澱就係為咗將來行得更遠。你睇下佢揀劇本嘅標準已經由多變成精，呢種轉變就係真正嘅成熟。佢唔再需要靠數量去證明自己，佢靠嘅係質量。佢嘅未來只會越行越穩，越行越高。而佢嘅演藝生涯仲有好多高峰等緊佢去攀爬。玄學睇命唔係睇一時嘅高低，而係睇一生嘅格局。
黃海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我哋知，只要底子正氣長純，大器晚成一樣可以光芒萬丈。佢由一個被刁難做娘娘腔嘅演員，熬到成為實力派男神，呢條路行咗超過10年，佢冇放棄過，亦都冇因為爆紅而亂咁使晒自己。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時區，你唔使同人比快，你只需要喺自己嘅節奏入面做到最好。有啲人20歲就成名，有啲人40歲先開始發光。黃海屬於後者，但佢嘅光芒比好多早成名嘅人更加持久，更加有厚度。佢嘅經歷證明咗人生嘅成敗唔在於你起步嘅早晚，而在於你能否喺適當嘅時候把握適當嘅機會。佢嘅故事就係對大器晚成4個字最完美嘅演繹。佢用自己嘅人生話俾所有人知，只要堅持，總會有出頭嘅一日。如果你都想知自己或者身邊人係大器晚成定係少年得志，記得喺留言區寫下你嘅生肖同問題，我會抽取幸運觀眾為你解答。你嘅問題可能就係下集嘅主題，你寫低佢，我哋一齊研究你嘅問題，可能會幫到好多同你一樣嘅人。你寫低佢，幫緊人。你嘅問題可能就係解開你命運嘅禍事。記得把這條影片分享俾身邊中意黃海或者關注命理嘅朋友，最重要係撳讚、訂閱我哋頻道、開埋小核燈，感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一期再見。